君王也真是的，为了能够天天见到你，竟然让你搬到他屋子的旁边。我看呀，他是想天天跟你睡一张床搭吧。他现在人呢？看你睡得太香，就没有忍心吵醒你，说等你醒了以后再来接你，带你去青龙寺上香祈福。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我知道，若不是因为师傅的事，你断不愿意做这个儒人，还要天天顾及这些繁文缛节。我答应你，等这几日我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，我就寻机会面请父皇，让我们离开这里。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也只陪着你，去过我们闲云野鹤的自在日子。还有龙傲一，我爱你。这是君王对姑娘的深情告白吗？哎呀，你出去！哎，你出去！哎，你别害羞呀，姑娘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不是我太子哥哥的弓带吗？果然是，太子哥哥身体不好，所以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很轻巧的弓带。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那个人是谁？德妃身边那个？啊，那个好像是庞氏子弟，也是宫中护卫的神策军。不过这人矮呀，也是有矮的好处。小贼掉钱袋子的月钩，这个竟然会出现在皇宫？不对，也许就是因为皇宫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，所以才会有人用。你刚刚在找什么？我是来拿棋盘的，妃子们要与德妃娘娘对弈。哦，我刚刚看你在左张右望，以为你在找东西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小的告辞。钩子不见了，看来真的是德妃换了太子的箭袋。四弟，这白鹿引我们至此，相当狡猾，射他脖子，别让他跑了。我们猎活的献给父皇，我从旁包抄，射他腿骨。好，走。今日的头筹是我的了。罗儿，我中箭了，我应该是活不久。别说傻话，你会没事的。我好恨，这辈子都没能成为你这样的有钱人。你能不能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？能不能给我1000两银子？让我在黄泉路上至少也有个盘缠。没有现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先签掉的。
玩够了？原来我没事，这娃真好，给为娘子挡了一箭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哦，对了，我是来跟你说，这个箭头，你看，他们在那儿。四弟，刚刚是不是？我是受了惊吓才坠马的，你看，不是没事吗？没事就好，吓我一跳。让太子殿下受惊了。你没事我就放心了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我刚刚明明往这个方向扔了呀，怎么不见了呢？你怀疑德妃手下换了太子的弓箭？刚刚要不是拿着剑怕被太子质问伤势，我就不会那么匆忙把剑扔掉了。那箭头分明有问题。但即便是箭头有问题，也不能说明就是德妃所为。更何况，德妃为何要借太子之手杀我？我看人很少出错，德妃身边那个侍卫一定有问题。难道德妃就是宫中黑手，跟锦鲤玉佩有关？如果真的是德妃，她的背后有整个庞家势力作为后盾，要想扳倒她，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。证据？哎，我听说崇文馆有后宫嫔妃一切资料，我去查。崇文馆不是随便能进出的地方，我想办法。小看我，等着瞧吧。